易欢姑娘啊，一会儿皇上可就来临幸你了，可千万不要忘了之前学过的规矩哦，好好的侍奉皇上。好，挂帘子。这。原来这就是皇帝的寝宫啊！也不知道龙小弟究竟和康熙那个小皇帝说好了没有？朱哥哥给我准备的丝巾没有了，万一这小皇帝临时起了色心，假戏真做了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完了完了！朱哥哥要是看到我穿成这个样子，肯定会气个半死。要不趁这个小皇帝还没来，我赶紧溜了吧。万一那个小皇帝怒了要砍我的脑袋，那龙小弟肯定会帮我求情啊。你要去哪儿啊？你谁啊？除了朕，还能有谁啊？你是皇上？你是皇上，为什么要戴面具啊？啊，朕喜欢在临幸后宫嫔妃之时，玩一些有情趣的小游戏。臣女易欢叩见皇上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，这里又没有外人，不必那么拘束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原来您这么和气啊！我一直……不，说错了，臣女是臣女。没关系，这里没有外人，朕允许你自称我，这样说起话来才更自在。对了，你刚刚要去哪儿啊？我刚刚觉得这屋太黑了，我打算出去找几盏灯，拿回来点一下。朕在就寝的时候啊，喜欢光线暗一些。皇上！您别把最后一盏灯也吹灭了，我怕黑。别怕，有朕呢。微臣李建清叩见厉贵人。李太医免礼。谢厉贵人。有劳厉贵人。你看起来好像在发抖啊，很怕朕啊？我没有，我只是觉得这屋子比较冷而已。哦，你穿的这么少，难怪会冷。要不然这样，你到朕的龙床上躺一会儿，盖着被子暖暖身子。哦，让我上床。
这小皇帝果然没安好心。我突然不冷了。那就让朕抱抱你，替你暖暖身子。你果然很怕朕啊！可是朕听龙三说过，你的胆子一向很大，你在他面前提起朕来，那可是从来都不怕的呀。皇上，我不是怕你，我就是怕你离我太近了。咱不是说好了的吗？朕和你说好了什么呀？不是我跟您说好的，是龙三跟你说好的。您忘了，咱们这次只是将计就计，您假装宠幸我，为了博取鳌拜的信任啊。今天晚上的事情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朕确实是和龙三定下了这条将计就计之策。只是这漫漫长夜，何苦虚度？咱们也不必演戏了，就让朕真的信了你。再说了，这全天下又有哪一个女子不想做朕的女人呢？皇上，这天下女子也不尽是贪图荣华富贵之辈啊。对大多数女人来说，她们与其与这个后宫佳丽3000争宠，不如找到一个白头偕老、心心相印的有情人。那唐代鱼玄机就说过呀：“易得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”朕自13岁大婚以来，还从未有人跟朕说过这样的话。皇上，您生气了？你不会砍我头吧？你当朕是杀人狂魔吗？动不动就随便砍别人的头。你这句话非但没有激怒朕，反倒更加激起了朕的兴致。我看咱们也不必苦苦做戏了，就让朕真的信了你。待共度良宵之后，朕便封你做贵人。皇上，你觉得如何？皇上，皇上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启禀皇上，奴才见到殿内没了灯光，又有打斗之声，还以为来了刺客，所以赶紧进来护驾。刺客？什么刺客？哪有什么刺客？没有朕的旨意，谁也不许进来。这好了，别再动手了。再动手的话，真把你当刺客，你这颗脑袋就真的搬家了。你哭什么呀？皇上欺负人！朕怎么就欺负你了？是你先对朕出的手啊！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在朕的龙床上对朕大打出手，只怕也是古往今来第一个敢在龙床上对皇帝大打出手的女人吧？皇上强词夺理，明明就说好了，还强迫人家，人家不想反抗还不让，反抗打不过人家就吓唬人家，哪有这样的？朕有你说的那么不堪吗？好了，别哭了。要是被外边的太监给听见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朕欺负你一个弱女子呢。那皇上你离我远点，我就不哭了。你让朕远点，朕就远点，那朕岂不是很没面子？龙小弟，你在哪儿啊？你还说皇上是个正人君子，结果皇上就欺负一个弱女子。来，好了，别哭了。哎，朕不跟你这个小女子一般见识。去找太医院的当值赵方抓药，我还要留下来给厉贵人扎针。是。你去烧壶热水，一会儿我要替厉贵人更衣。是。雪师妹，大师兄，太好了！我还以为我再也
也见不到你了呢。怎么会呢？你们师兄妹好好聊一聊，我在外面替你们把风。你找什么呢？我想找个手巾擦擦脸。这龙床上哪有手巾啊？朕也不想传太监打扰我们。哎，你又想干嘛？放心吧，朕不会动你的。朕堂堂天子一言九鼎，给你擦个眼泪。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亏龙三还说你是他的老大。哎，他要是现在看到你哭得跟鼻涕虫似的，还不笑话死你？其实我在龙三面前好多都是吹牛的，我没有他说的那么勇敢，我也没有多少江湖阅历，我也从来没被哪个登徒子轻薄过，何况是被全天下最有权势的轻薄过，我能不害怕吗？朕听出来了。你是拐着弯儿骂朕是个好色轻薄的登徒子是吧？臣女不敢，臣女没这么说。皇上，臣女能不能请求皇上一件事儿啊？说来听听。您能不能别把今天晚上的事儿告诉我龙小弟啊？如果你告诉他的话，以后我就没脸在他面前充老大了。哎呀，朕又不是长舌妇。不会告诉他的。哎，不过朕保全了你在结拜兄弟面前的形象，你要怎么答谢朕呢？皇上，您可是全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也是最有钱的财主，您就为这么点的小事儿勒索我一个身无分文、身无寸缕的小女子啊？又是朕的不是啊！你怎么说来说去都是朕的不是啊？什么声音？是我肚子叫。我今天晚上实在太紧张了，所以没有吃晚饭，现在特别饿。朕想起来了，你最大的爱好就是吃。龙三跟朕说过，你现在在替朕办差，朕也不能让你饿着肚子。说吧，想吃什么？谢皇上，我想吃烤鸭、炸虾丸子、蒸乳酪，还有黄焖小羊排，还有素八碟、珍珠翡翠羹、水晶包子、豌豆黄，再加一壶桂花酿。哎，皇上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呀？这个是龙三跟朕说的。龙三跟朕说呀，你们两个头2次见面的时候啊，你都在跟他抢吃的，朕听着有趣儿，所以印象也就特别深刻。这个龙三，以后再也不理他，怎么把我什么都告诉人家？朕可不是人家，朕是皇上。来人，掌灯，传膳。倾城，你进宫的这些日子以来，过得还好吗？我不得不离开你们这些亲人朋友，来到这个活死人墓一样的紫禁城，和成百上千的女人争奇斗艳，来取悦我们最大的敌人。你说我能过得好吗？对不起，倾城，要你冒名顶替舒婉心进宫的方案，我本来是不同意的。可这是6位师父一致的决定，我也无力反对。大师兄，你不必自责。就算你反对，我也会主动要求进宫的。毕竟我们这些在明珠谷长大的孩子，没有一个人能为自己活着。就连单纯任性的小师妹，不也阴差阳错地进了宫吗？是我太无能了，还要让你们几个女孩子冒这样的风险，忍受这样的侮辱。今晚，一欢也要被召去侍寝了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
吃好了？谢皇上恩赐。撤掉吧。这看你吃东西啊，还真是有趣儿。你一个女孩居然能吃得这么香，你这小小的肚子里，到底是怎么装得下这么多东西的呀？要论得上吃啊，这朕的整个后宫，无人及得上你。哎呀，那是他们装的。因为您是皇上嘛，他们在军前得注意自己的礼仪，所以要压制自己的食欲嘛。孔圣人也说过呀，人生三大乐趣，食、色、性也。所以呢，这个美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之一。说得对，食色是人之本性。现在食之乐趣你已经享受过了，要不要再享受一下色之乐趣啊？看来这个色狼皇帝还真是狼心不死啊！哎呀，要是猪哥哥给我的丝巾在就好了，让我骗他闻一闻，就能让他乖乖睡着了。哎呀，这一夜良宵还剩一半啊！你要不要到朕的龙床上休息一下？哎呦呵！你又想干嘛呀？皇上，吃太多了，我撑到嗓子眼儿了，我想运动消化一下，可以吗？行，要是连这个朕都不准，那朕岂不是很不懂得怜香惜玉啊？你既然想消食，那就请便吧。谢皇上恩典。色狼皇帝还真是耐心啊！看来是打定主意要吃了我，我总不能就这么运动一晚上吧？这可怎么办？累死我了！你累了那要不要到朕的龙床上休息一下？哎呦，皇上，我可能吃坏肚子了，我肚子特别疼，刚才吃了好多杂七杂八的，特别疼。现在你肚子疼啊？那要不要朕传个太医给你瞧瞧？那不必了，我只要回自己的房间睡一会儿就行了。既然你都要躺在床上休息，那为什么要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呢？朕的龙床一样可以休息啊。我这可不一样啊！我肚子疼，我可能会拉肚子。我在您这儿拉肚子不合适，是不是？我得保持在您面前的仪态，所以还是让我回去吧。你要是真吃坏了肚子想方便，那朕的寝宫里面也有金泥桶，你用吗？我方便在您这儿？哎，不合适，皇上，您可饶了臣女吧。人食五谷生百病，吃喝拉撒那都是正常的事情。要是连这个朕都接受不了，岂不是有违人伦？哎，你别紧张，要是真吃坏了肚子，你就在朕这儿方便，朕不介意。你看着我干嘛呀？黔驴技穷了，是吗？这个色狼皇帝想吃了我，门儿都没有。哎，有了，我可以骗他行酒令，我灌醉他。为什么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又在想什么花招啊？哎，皇上，咱们玩耍骰子赌酒吧。这样，咱们赌，如果你赢了，我就听您的上龙床；但如果你输了，您就让李公公送我回去。怎么样，敢不敢赌啊？这倒是挺有趣的，还从来没有人
敢跟朕耍骰子赌酒的，好，朕就依你。来人，上一壶酒，再加2副骰盅。等一下，上一坛酒。皇上要喝酒，咱们就喝大的，杯算什么呀？咱们用碗喝怎么样？好，那朕就看一看你的酒量到底有多好。什么？对啊，我以前被召去侍寝，都是这样的程序。这是清宫特有的规矩，任何侍寝的女人都不能幸免。那易欢，现在岂不是很危险？大师兄，你先别担心，小师妹机智聪明，她自有办法应对。易欢虽然有些小聪明，可她毕竟年少单纯，又毫无应付男女之事的经验，而且这是在宫里，她要面对的不是普通的男人，而是掌握天下生杀大权的皇帝。大师兄，你身份特殊，千万别冲动啊！不行，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，我要想办法去离乾清宫最近的地方，万一出什么意外的话，我好及时出手相救。如果事情真的到了那一步，那我和师父只好放弃潜伏的任务，大家一起杀出紫禁城。不行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你们千万不能暴露身份，否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你跟六师父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潜伏在紫禁城里，找到关系到大业成败的铜匣，还有金钥匙。我先走了，你多保重。大师兄，为了易欢的清白，你可以不顾生死，而我呢？我在这里以身试敌，你对我就只有歉疚吗？皇上不好意思啊，您输了，喝酒，喝。皇上输了，接着喝。又输了，来，我给您满上，咱们再来一局呗。不要，皇上，不要，真不要。去哪儿啊？这酒还没喝呢。皇上，皇上，让我看看皇帝长什么样。让我看一眼。易欢姑娘，李公公，皇上已经安寝了，易欢姑娘，请回吧。可是我还想再待一会儿。皇上已经安寝了，易欢姑娘还是回去吧。可我还没看见皇上长什么样呢。哎，这就扛走了就。哎呀，再让我看一眼呗。哎呀，可是我还没看见皇上长什么样呢。哎呀，这怎么小气呢？小气！李公公，今天多亏了您了，拿着吧。易欢姑娘，你可真是大方啊！今天我看皇上对待易欢姑娘，比封了正位的娘娘还要特殊。易欢姑娘日后一定能够飞黄腾达。多谢李公公啊！这假如以后皇上再传我侍寝的话，还得有劳李公公多多照顾。小小诚意啊！等我以后飞黄腾达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好说，好说。易欢姑娘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快歇着吧。好嘞，我走了。
这儿有没有方便的地方？咱家带你去吧。哎呦，那有劳公公了。原来这个李公公就是鳌拜埋伏在皇上身边的内线，那他肯定早就得到了鳌拜的指示，所以才会不动声色的关照。别怕，是。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哦，朱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那康熙有没有碰你？我刚才去见了倾城才知道，原来这宫中给皇帝侍寝，居然要脱光，再由太监用红绸裹着送到龙床上。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我没，哎呦，我当然没事了。真的没事？听倾城说，侍寝的时候连一根丝线都带不进去，我给你的蒙汗巾肯定也带不进去吧？那你怎么应付的？我就不信，那康熙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他会不动心吗？他刚开始是有点动心，对我有点动手动脚的。不过我后来跟他提龙三了，我说我们这是假戏，不能真做。后来他就没怎么样了。真的？真的。朱哥哥，你要是再怀疑我的话，那我可生气了。对不起，欢梅，是我错了，我相信你就是了。这次是我太大意了。如果那康熙再找你侍寝，我得赶紧想一个法子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哎呀，朱哥哥，你先别着急嘛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我才发现，原来这个李公公就是跟鳌拜勾结的内奸，怪不得李公公今天这么照顾我呢，肯定是鳌拜提前跟他打过招呼了。原来李公公就是鳌拜埋在康熙身边的棋子，此事万万不能让康熙知道。为什么呀？如果我们跟龙三说了，让他汇报给康熙，不光龙三能立功，还能得到好多奖赏。我们可以拿着这些钱去买好多东西，分给谷底的兄弟姐妹啊。欢妹，你又犯傻了。我们这次来紫禁城，可不是来敛财的，我们的目的是要挑起康熙跟鳌拜的内斗。你想啊，如果我们帮康熙除掉了鳌拜埋在他身边的一条蛇，这对于我们来说能有什么好处？对，你说的对，那我明白了。哎，叶哥哥跟樊姐姐怎么样了？刚刚得到他们的消息，他们已经跟踪到了吴应奇的车队，正在想办法下手。我们在宫里的计划还挺顺利的，希望叶哥哥跟樊姐姐能顺利的找到1号金钥匙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早日平安的团聚了。我先走了，早点休息。折腾了一晚上，也没看到那个小皇帝长什么样。他长什么样呢？你觉得如何？皇上啊！嗨，我管他长什么样呢，反正不过就是一个风流流氓鬼。呸！不管了，睡觉去了。这次押送有利地的遗物进京，吴应奇并没有派兵大张旗鼓押运，而是让手下的兵士全部都假扮成镖师，押镖进京。你看见了吧？那人叫石青红，是吴三桂手下最骁勇善战的副将之一。我记住了。不过我们跟踪车队这几天，吴应奇一直躲在车上不肯露面，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蹊跷啊？应该不会吧？我们在平西王府的内线是亲眼看着他护队出发的。只不过传闻，这个吴二公子一向深居简出，性情内向。这快下雨了，一会儿他们想必也要躲雨。前面有一处凉亭，不如我们先去守株待兔，看看这个吴应奇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角色。走。
二公子，前面有座亭子，咱们到前面避避雨，休息休息。 没想到吴三桂这个大汉奸的儿子，居然长得一表人才。二位，赶快离开这里！我家二公子要在这里休息片刻。哼，这位镖头，这亭子又不是你们的私有之物，更何况是我们兄妹先到，你们后来，凭什么赶我们出去？哎，石镖头，不得无礼。既然大家都在一个亭子里避雨，那么大家都是有缘人。 这个亭子这么大，我们各站一边就好了。这位兄台，麻烦你也把剑收一下吧。石镖头言语莽撞，我替他向二位赔个不是。二公子，请。 原来这吴二公子是个儒雅书生，那就容易对付了。这个龙小弟怎么回事？还不来？气死我了！ 老大，哎，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！待会儿被人看见了，咱俩都有麻烦。我问你，为什么让我等那么久？哎呀，你还说呢？要不是昨天晚上你把皇上灌多了，啊，今天我值班，他没醒的话，我能擅离职守吗？哎呀，那个小皇帝啊，真不行，非要跟我喝酒玩骰子，我几下直接倒了。 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赌遍全乡无敌手啊！他能玩得过我吗？直接被我撂倒。小弟明白了，这个老大不仅武功比小弟高明，这别的本事也比小弟高明。那是，不然怎么做你老大呀？来，啊，过来，说句话。臭死了！怎么浑身酒味啊？没有吧？我有酒味吗？ 我早上漱口了呀。昨天晚上偷着喝酒啦？对啊，我跟我几个好兄弟在喝酒，又在拼骰子，输了不少钱呢。我输了多少啊？反正啊，这大半年的俸禄是没了。老大，你可得帮帮我。放心，我是你老大，你是我小弟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回头老大教你几招，保准你把钱全都赢回来，怎么样？真的？那当然。老大，
你是不是所有赌术都会啊？也不是啦，毕竟老大也是个小姑娘嘛，小姑娘家家的，又不能经常往赌场里跑，是不是？是，老大还是个淑女嘛。差不多吧。不行了，小心，慢点啊！哎呀，姑娘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吧！快起来！我儿媳妇回娘家探亲，路上不小心动了胎气，现在天上又下着雨，前面5里地就是接生婆王婆婆家，你能不能把马车借我用用？那马车不是我的，是这位公子的。你帮帮忙吧！石镖头，要不然把马车给他们，让他们去找接生婆吧。不行，万一这女子要是在半路生产，岂不是弄脏公子的车？石镖头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更何况区一辆马车算什么？快去吧。不行，出门的时候老爷吩咐过我，要我务必保证您的安全。可是眼下这2位一看就知道是来路不明的江湖中人，我不能离开公子半步。石镖头，他们2人一看就是面善之人，况且和我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怨，你有什么可不放心的？这样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公子，万万不可！万一这娘子要是真在您的车上生产，您可就沾了血光之灾，惹来一世的晦气。哎呀，公子啊，我求求你了！您快起来！公子，求求你了！这位镖头，我和我妹妹都是猎户出身，我妹妹的脸只是小时候不慎被熊瞎子给抓伤了，所以才不得已戴着面纱。可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平民百姓，不然这样吧，我同你一起送着婆媳去找接生婆，只留下我妹妹和你家公子在这庭中，这样你总该放心了吧？这个办法好。石镖头，事不宜迟，你们赶紧去吧。也好，二公子，你自己多加小心。好在押送镖车的伙计们随后就到。要是真出什么意外，记得及时发送求援信号。好了，赶紧去吧。哎呀，多谢公子的大德！来，快起来！我老太婆无以为报，只有以后多为你烧香祈福了。这个您拿着，路上有。谢谢。你跟我走，剩下的兄弟们留心点。慢点啊！慢点啊！多谢公子。姑娘，我看这雨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停，伞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那就多谢公子了。姑娘，请。不知你们兄妹2人是要赶往何处？我们兄妹2人准备前往京城投亲，只是
这一路上路途遥远，盗匪众多，不知能否平安到达？不瞒姑娘，我这一车货物啊，也是赶往京城。若你们兄妹二人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路同行。那就多谢公子了。在下吴应奇，家住昆明，敢问姑娘芳名？我姓叶，双名倩影。叶倩影，这名字真好听。老大，跟你说一件事儿。接下来呢，皇上为了掩鳌拜耳目，会接着找你侍寝。昨天晚上，皇上是不是对你还算客气啊？别提了，那个小皇帝简直就是个风流色鬼，刚开始还想对我动手动脚的。老大，那你没被吓哭啊？哼，怎么可能啊！我是老大，武功高强着呢。后来我就跟他喝酒玩骰子，锵，小皇帝倒了。老大智勇双全，小弟佩服佩服。还好吧？哎，知道这是什么？骰子。老大教你几招，准保把你昨天输的钱连本带利赢回来。但咱可说好了啊，你赢回来的钱得和我一半对分，知道吗？没问题，55分。这还差不多。真疼啊！这下万无一失了。什么万无一失啊？皇上。没什么。皇上，您要是想安寝的话，我就下去，您躺在这龙床上，然后1个时辰以后，让李公公把我抬回储秀宫就行了。朕还不到2更天呢，朕还不想睡觉。说吧，今晚想吃一些什么？不瞒皇上说，昨天吃太撑了，结果今天积食一天，什么都吃不下。你要不要朕选个太医给你瞧瞧啊？不用了，宣太医又得吃药，我这从小到大吃药，我都害怕了。我看你这活蹦乱跳的，也不像有什么病症，为什么从小到大要吃药啊？我不有一个头疼的隐疾啊，这病起来吧，简直要人命。我爹呢，从小给我找了好多郎中，所有郎中都说无药可治，只有一个郎中说可以治，但是他说的是个偏方，而且这个药引实在太难弄了。什么药引这么难找？你告诉朕，朕给你找。谢谢皇上，还是算了吧。算什么算？快说。这个药引就是龙珠。龙珠？什么是龙珠啊？就是皇上的眼泪啊，是您的眼泪啊。不过您是皇上，您是天子，您怎么可能为我流泪呢？那这就有点难办了。说实话，朕从小长大，除了8岁的时候，父母双亲轰逝以外，还从来没有掉过眼泪呢。没事儿，
这只是个传说，奴婢都不放在心上，皇上就更不用当真了。您这是干嘛呀？昨天晚上朕输得一塌糊涂，所以啊，朕今天想挽回个面子，你敢不敢再跟朕赌一把酒啊？可以啊，不过到时候皇上输了可别赖账啊。你放心吧，朕虽然有色心啊，但是更有毒品。你说什么？那个李公公长得跟我一模一样。不错，我已经吩咐易欢，让他万万不能告诉龙三，李公公就是鳌拜的内奸。那他叫什么名字？李德福。李德福，他的耳朵后面，他的左耳后，是否有一颗黑痣？不错，义父，你怎么知道李公公的左耳后有一颗黑痣？真的有颗黑痣吗？义父，你怎么了？德福，德福，没想到，义父，没想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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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还活着。义父，他还活着，而且他还进了紫禁城，当了大内总管。义父，这李德福李公公，他就是我的孪生兄弟呀！什么？李公公是你失散多年的亲弟弟？不错，我们两兄弟本是陕西贫寒农家之子，我叫李德禄，我的亲弟弟就是李德福，李定国，是我成年以后自己改的名字。10岁那年，家乡遭了兵灾，我的父母就死于乱兵之手。我和我这个孪生兄弟就成了孤儿，颠沛流离，不知所据。啊，糟了，是抓丁的，快跑！那边有2个人，给我抓住他们！是，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弟弟，你藏好了。哎，哥哥，你去哪儿呀？我去引开他们。不行，哥哥，爹娘临死前说过，要我们兄弟俩永远都不能分开。爹娘不在了，你就应该听我的。现在到处都在打仗，我们2个要是都被抓了，就都活不成了，那咱们李家就真的绝后了。哥哥。为了保护我弟弟的命，我拼着自己的性命不要，去引开军兵。后来，我被张献忠的部下掳走了。张献忠见我体格健壮，就将我收作义子，从此跟着他南征北战。而我这个弟弟，我苦苦的追寻找了他多少年，却始终下落不明。我本以为他早已经不在这世上了。可是没想到，他居然进了紫禁城当了太监，如今更是成了鳌拜的爪牙。义父，要不要跟他挑明身份，让你们兄弟相认？不，如果你跟他挑明关系，
那你跟易欢就暴露了。我这个兄弟失散了这么多年，他现在变成了什么样的人，我是一无所知。他是否还顾念着跟我的手足亲情，我毫无把握。我们不能冒这个险。好，那我暂且不动声色，慢慢观察，慢慢找机会去试探他。哦，对了，这件事情你不要告诉易欢，他个性冲动，我怕他沉不住气。义父放心，孩儿知道分寸。你又说了，来，喝。干嘛？朕都愿赌服输了，你还想来仗啊？有鬼！什么鬼？这好奇怪啊！皇上，你今天掷骰子的手法怎么变得高明起来了？昨天掷骰子10把当中，你最多只能赢3把，可是今天却跟我不相上下了。朕今儿个下午找了几个会玩骰子的侍卫学了一下，朕是天子，天资聪颖，学什么东西一学就会。可是你这掷骰子的手法，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是不是龙三啊？果真是他，他居然把我传授给他的独家秘籍传授给皇上了。哎，你不要管龙三了，你虽然是龙三的老大，但朕可是龙三的主子。朕要是问他什么，他就必须得据实回答，这让他做什么，他也得如实做。皇上，龙三可是个老实人，您可千万别欺负他。你这么关心他？我在我们这一辈当中是年龄最小的，所以呢，好不容易当个老大，而且他这个小弟还特别的崇拜我，我当然得维护他、保护他了。行，朕知道了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朕就不欺负他了。不过，你拿什么来感谢朕呢？皇上，您现在特别像我认识的一个姓周的乡绅老头。这姓周的乡绅老头长得跟朕很像吗？长得不像，做事风格像啊。这个乡绅老头之所以能发家呀，就是因为算盘打得精明，瞅准时机吃拿卡要。李欢呐，李欢，你又拐着弯的骂朕。臣女不敢，是皇上昨天说的呀，不会因为一句话就变成砍人头的狂魔，所以臣女才开了个玩笑嘛。哎呀，皇上，臣女出身卑微，是一个野丫头，又缺乏父母的管教，所以什么事儿都不懂，没法伺候您。要不然您现在让李公公来接我，让我回储秀宫吧。哼，朕明白了，你想激怒朕，然后让朕把你送走是吧？朕不上你的当，快点来接着赌。咱们说好了，你要是输了，可就得上朕的龙床。现在不输不赢，来！天哪，再这么赌下去，他的技术越来越娴熟，我的输面就会越来越大，这可是大大的不妙啊！皇上，您想让我赌也可以，不过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你说说看。我一直都不知道天子长什么样，能不能把您的面具给摘下来啊？朕这几天上火长了几个火疖子，不便见人。难道他真的长得很丑，不好意思让我看？皇上，您看咱们也喝了好多酒了，要不然咱们先去您那龙床上躺会儿呗？上朕的龙床？你就不怕朕占你便宜啊？不怕呀，皇上一言九鼎，肯定说话算数嘛。那可不一定啊。朕虽然是天子，但是朕也是个男人。哎，你不是很怕黑吗？有皇上在，奴婢就不怕黑。
有鬼！哪儿来的鬼啊？你不是一向很害怕朕的亲近吗？啊，朕知道了，你一定是想出了什么新招来对付朕，对吧？哪有啊，皇上，我怎么闻到这屋里有一股香味儿啊？香味儿？朕的龙床上哪有什么香味儿啊？倒是你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清香。皇上，皇上，咸猪手，不对，咸龙爪。不对啊，我这么着急拉铃干嘛？先看一看这小皇帝长什么样，一直戴着面具，得多丑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皇上已经安歇了，小主该回去了。等一下，哦。来，昨日在雨中，多亏吴公子侠义相助，否则那婆媳二人性命难保。我们兄妹且待那婆媳二人敬吴公子一杯。不必客气，在下也不过是举手之劳。哎，石镖头，不如跟我们陪饮一杯。走镖途中，我从不饮酒，不过二公子倒可以开怀畅饮，恕在下难以奉陪。真是尽忠职守啊！带回到家中，我一定替你多多尽美言。多谢二公子。二公子，我兄妹二人再敬你一杯，多谢二公子容留我们一同尽敬。倩影姑娘，你实在是太客气了。我们昨日不是共同在雨中救助那产妇吗？还一同见证了一个新生命的到来，这是多么难得的缘分！来，干！来，几位客官，赏点钱吧。给。谢谢客官。几位客官，小女子卖艺不易，赏点钱吧。拿去吧。谢谢这位大爷，谢谢这位大爷。爷，等会儿，爷给你这么多钱，是让你陪爷喝酒的。来，陪爷喝一个。我不会喝酒，我真的不会喝酒。敬酒不吃，吃罚酒啊！来，喝一个啊！公子爷，喝吧啊！使不得呀！公子爷，公子爷，公子爷，我这孙女啊，我们就是卖艺，不陪酒啊，把钱还给人家。赏的银两我们无福受用，您收回吧。我呸！本大爷打的赏，能往回收吗？你个瞎老头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不但让你的孙女陪酒，晚上我还让她陪我过夜呢。使不得！去你的！爷爷，过来过来，你管他干什么你？过来吧！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民女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哟，这位姑娘，别看蒙着面，仔细一看还挺水灵的嘛！啊，不错不错，正好他还没。石镖头，注意分寸。那不如这样吧，卑职明白。你替他陪大爷玩玩。留着干什么？给我杀！杀！快走！快走！这个龙小弟又迟到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教训你！
老大，你又迟到啊！昨晚战绩如何啊？幸不辱使命，我呀，把前晚输的连本带利都讨回来了。你的一半。哎呦，不错呀！哎呀，还好你给我钱，最近正急着用钱呢。老大，这皇宫里边有什么能用得上钱的地方吗？哎呀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这皇宫里啊，处处得用得上钱。昨天我要不是用钱收买了李公公，那老大我就惨了。昨天怎么了？皇上不是早早的就睡了吗？哼，那个小皇帝啊，色狼得很，怎么可能啊？得亏啊，我哥哥给了我一条进过蒙汗药的丝巾，我偷偷带在身上，进入了寝殿，把那个小皇帝给迷晕了。要不然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你居然把皇上给迷晕了！这件事情要是让皇上知道了，你哥哥还有李公公那2个净室房的太监都是死罪。嘘，这件事除了我还有我哥哥，就你知道，别人都不知道，不许跟别人说。老大，你不应该告诉我，陷我于两难。如果我跟皇上说了，那就是对你不义；如果不说，那就是对皇上不忠。我又不是去害皇上，我是为了自保。哎，你可别为了你的主子皇帝出卖我啊！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那我可就跟你割袍断义了啊！老大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也太任性妄为了。要不是我在皇上面前说你好话，你有几个脑袋也早就掉干净了。好了，那我不也是一样吗？如果我不是为了你，我怎么可能听鳌拜的话要入宫呢？虽然我武功不高，但是我轻功可以，我可以逃跑吧？我不都还是为了你吗？行，就冲着老大对我这份情谊啊，我说什么也要在紫禁城里面保护你的安全。但是咱俩可说好了，你可不能做什么太过分的事情，尤其是不能伤害皇上，要不然的话，连我都保不住你。明白吗？放心吧，其实我这个人吧，挺怕死的。再说了，我怎么可能连累我的龙小弟呢？还是老大够意思。这脑袋长得真像鸡蛋。嘿嘿。老大，这2个晚上和皇上相处下来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这小皇帝嘛，有点风流，有点色，但人还是不错的。对我吧，也挺宽容的。最主要的是，他酒品跟毒品不错。我跟你说啊，看一个人，如果他的酒品跟毒品都好的话，基本上这个人也不会差到哪儿去。还从来没有人这么评价过皇上。要是皇上听到了，肯定会觉得很有趣儿。啊，我跟你说的可都是私房话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。我知道，我们俩之间的小秘密。耶！师姐，一会儿行动的时候，我去对付石青红和他的手下。吴应奇看起来好像不会武功，就交给你了。交给我？对，擒贼先擒王。只要我们制服了吴应奇，逼他交出永历帝的遗物，就一定能找到1号金钥匙了。然后呢？杀了他。为什么要杀了他？他虽然是吴三桂的儿子，却也是个心地善良的谦谦君子啊。吴应奇必须死。他死了，1号金钥匙也不见了。吴三桂和朝廷之间必定会相互猜疑。可是，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的话，会不会太不择手段了？师姐，不要忘了我们的大业。要做大事，就不能有妇人之仁。
我的衣服和丝巾呢？宜欢姑娘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去皇上的寝宫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李公公，我放在这儿的衣服跟丝巾呢？宜欢姑娘，反正也用不着了，我就让宫女们都拿去清洗了。别呀，我还得用那条丝巾呢。李公公，你懂的。宜欢姑娘，你在说什么？咱家听不懂啊。不过你在进宫之前，你爹爹应该教导过你啊。进到宫之后呢，要少说话，守规矩，你应该明白。李公公，您不会是把我那条丝巾故意拿走的吧？侍寝的时候啊，什么都不能带，这是宫中的规矩，所有人呐都要遵守。完了完了，这下完了。都给我精神着点儿，提高警惕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仔细着点儿。哎。是不是？师姐，情况有变，除了我们，还有另外一帮人也在暗中行动。他们已经在后院里跟护镖的侍卫们打起来了。他们是什么人？不清楚，不过他们和我们的目的不同。他们好像只是要劫镖。吴永琪的车队里，除了永历帝的遗物，还有很多送给京城权贵的礼物和云南特产，都是很值钱的东西。他们就应该是普通的江湖劫匪。如果他们只是劫财，那咱们可以不管。可就怕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永历帝的遗物也劫走了。是啊，眼下的情况，只能我们先出手帮他们推敌。好，你先去那边，我在这边想办法弄醒吴永琪，让他说出永历帝的遗物在哪个车上。好。倩影姑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吴公子，有一帮盗贼正在劫镖，我哥哥已经去协助拾镖头了。我看你在屋里什么动静都没有，担心你有什么意外，所以就赶过来看一下。劫匪人多势众，怕是不能保全所有的财物。不知你那几车货里有什么是需要我们重点保护的？有一车货，万万不能有所闪失。我的头好痛。吴公子，那帮劫匪不仅劫财，还要放火烧了这客栈。我先扶你逃出去吧。好，来。住手！
诸位好汉，你们不过是为了求财，又何必赶尽杀绝呢？我这几车货物，装的全都是值钱的金银珠宝，你们尽可以带走。不过我这最后一车货物，装的东西虽然不值钱，这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你们把这些金银珠宝带走，把这箱给我留下，如何？丞相，二公子，让他们走。钱财不过乃是身外之物，又何必多造杀孽呢？嗯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姑娘，怎么办呢？今晚没了丝巾，哎呀，李公公这个家伙，肯定是识破了我的丝巾有迷药，怕他干洗。皇上，你别过来！丫头，要是没前2个晚上你对朕的算计，那朕也就饶了你。可是你背信弃义在先，你可别怪朕对你不客气了啊！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算计你了？是不是龙三跟你说的？这个死龙三，什么都跟你说了，我再也不理他了。你就别埋怨龙三了，要不是他的话，朕岂能容你这么胡闹？哎，停！干嘛呀？你还想跟朕比试武功啊？行啊，那朕就陪你比试比试，而且朕答应，绝对不叫外面的侍卫帮忙。等一下，皇上，您知道为什么臣女不愿意侍奉您吗？你跟朕说，易得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，难道你有心上人了？没错，我已经有心上人了，而且这个人皇上也认识，他是龙三。龙三？他不是你小弟吗？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是男女有别嘛，我怎么可能心里真的把他当我兄弟呢？而且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他了。皇上，如果您要硬抢的话，那我只好为了龙三守节一死了。你肯为他去死啊？没错，皇上，龙三可是您的心腹啊，这古来圣明的皇帝都不可能抢夺自己手下的女人的，而且还会有意成全呢。再说了，您后宫佳丽3000，何必为了我这一个小小的秀女而伤了龙三的心呢？那你怎么知道龙三也喜欢你啊？我虽然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喜不喜欢我，但是我敢肯定的是，我在他心里一定占了很重要的位置。